大家好，我係老 Sir。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揀數學補習老師嘅。首先要申報一下，其實我都係數學補習老師嚟，但因為睇唔慣補習界嘅歪風，所以企出嚟講講我對揀補習老師嘅睇法。我會盡量用客觀嘅方法嚟講述事件。首先第一個迷思就係高學歷就係好，相信大家都聽過高分低能，亦即係純粹自己勁，但教人就唔夠勁。雖然我唔係鼓勵低學歷嘅人做老師，但因為低學歷，大部分題目都唔識做，自然唔識教人。但係學歷夠用就得。一般要求3大本科學士畢業，加本科5星星，加教師牌。本科學士畢業係因為要搞明本科原理，本科學士比本科碩士或本科博士對中學內容學得更仔細。本科5星星就證明老師識得刷題技巧。有教師牌即係證明老師讀過 PGDE， 學過教學法，識得教人。對於做老師嚟講，嗰啲咩碩士、博士就冇必要，學得太深就反而會走火入魔。第二個迷思就係好多5星星合照就係好老師。首先好多5星星學生都係水分嚟。我曾經見過一個學生攞完數學5星星，同幾個數學補習老師影合照，佢就係為咗攞啲獎學金，而同時同幾個老師影合照。另外有啲純粹參與過一次模，補習老師就話係自己學生，又或者學生上咗少少堂，補習老師就話對方係自己長補學生。更何況一個補習老師收成1000個補習學生，出到咁多5星星學生係正常現象。5星星比例太少反而顯得老師有啲廢。仲有一種誤導係考得好先登記成績，考得唔好嗰批就冇記錄低，咁樣令到5星星比例提高都係一種統計誤用。最後要提嘅係有部分老師專收 Band 1學生，或定期淘汰一批差學生，咁佢5星星比例就會提高好多。備註一下，基於有教無類嘅老師精神，我唔會拒收差學生或淘汰學生呢啲無聊行為，因為我相信讓老師識得氹人係可以燃起學生心中嗰團火，而變返好學生。第三個迷思就係配套多就係好。首先第一個缺點係太多配套，你屋企冇位擺，或消化唔切，或唔知邊啲係重點。好多老師啲筆記都有好多水分，一係佢份筆記包羅萬象，唔知點樣開始溫；一係佢份筆記有啲毒，補習老師特登寫啲錯誤 concept 落筆記，為咗防止人哋抄佢筆記。所以我哋要嘅配套唔係多就好，我哋要嘅反而係精簡、五臟俱全、省時實用嘅筆記，內容唔使多，但句句到肉，十分具針對性。練習題目分難度、分題型，並螺旋式疊加技巧。至於講解就用演算法、記憶術，甚或詩歌口訣。最後點樣揀數學老師呢？一係睇老師符唔符合一般要求。3大數學係學士畢業，加數學5星星 ，M1 5星星 ，M2 5星星，加教師牌。其次係睇佢往年學生成績。睇成績主要唔係睇有冇5星星學生，而係睇學生進步幅度。一般正常老師，全部學生進步至少20分，當中100分滿分。其次係睇佢嘅試教片，綜合比較唔同老師嘅試教片。如果你家長話學生睇完試教片都唔明，咁呢個老師一定唔啱你。最後係睇佢嘅筆記配套，叫老師俾啲筆記樣本嚟睇下，至少起碼都要有齊全 by topic、by year、past paper 啦。如果售後服務包埋 WhatsApp 文書就更好。揀老師仲有一個重點就係睇學費同人數，通常人數越多，學費越低。依家坊間一般正常有料私補老師收費係200蚊小時起，一般補習社收費大概180蚊一堂，1.25小時起。出名嘅補習社好似學思教育咁會收得貴啲，例如1:4收350蚊一堂。遵理英皇收大量學生就收得平啲。賣下廣告先，好似我咁勁嘅數學老師，科大數學係學士畢業，加數學 Core 5星星 ，M1 5星星 ，M2 5星，都係收200蚊1小時，可以只上1小時 Zoom Live， 包 WhatsApp 文書服務，DSE 教數片，齊全 by topic past paper。